人力短缺從來都係中小企業嘅核心痛點。由以港澳地區嘅小微企業長期面臨人力短缺嘅經營痛點導致，電話接聽唔及時，查詢量大且兼處理耗時，人工記錄易出錯，造成訂單錯發漏發，對帳與業務追溯困難，工作效率低。依託語音轉文字技術 AI 智能客服，打破傳統人工客服嘅限制，實現7×24小時不間斷在線服務，大幅降低人工客服嘅接待壓力。以醫務診所應用為例，無論係客戶來電諮詢就診流程、收費標準、報告進度，定係預約掛號、改期等需求，系統均能精準完成語音轉文字，即時交互，快速回應並處理相關任務，全程記錄對話內容同客戶需求，同步更新至客戶資料庫，既減少人工記錄嘅失誤率，又為後續服務跟進同數據統計提供可靠支撐，讓語音諮詢服務更高效、更規範。AI 時代嘅到來，為我哋帶嚟咗低成本、高效率嘅破局之道。再以一個預算有限嘅公益機構量身打造嘅 AI 解決方案為例。你好，呢個係 AI 自動應答，我哋正利用 AI 處理來電同通知 ，WhatsApp 外闊已成功發送 ，AI 系統幫我報名，超方便。WhatsApp 收到通知，安排好啦。AI 建議轉介，需要關懷。明白 ，WhatsApp 跟進中。好，係更多時間關懷。張太寧好，電費問題我記錄咗啦。多謝 AI 總結，可以約安時間。我謝你社工啊！科技係為咗讓人更專注於人，咁你呢？又準備好迎接 AI 來臨嘅大時代未啊？